我是读社会学的啦吼，迄个倒来学校，因为我是咧客家学院内底吼，研究的领域是认同啦吼，迄个族群理论哦，所以无我就讲一寡我上课咧讲的迄族群理论啦吼。即个吼，这我想大家拢知这是啥吼，这是迄个巴别塔啦吼。这是圣经创世纪内底的一个故事吼，伊个创世纪第11章嘛吼，讲有一群人吼，因合作，所以就敢若起一个城，起一个塔，共用咧敢若迄个甲天顶去吼，上帝则看到吼，这耶和华啦吼，我不教导吼，我昨个甲阮仔的迄个恶补讲一段要怎讲吼，伊迄个耶和华就讲，安尼。袂使恁若迄个斗阵合作，竟然有法度起一个塔甲天顶去哦。所以我就互恁讲无共的语言，甲恁分散去无共的所在入去。哦，有人讲这就是语言的迄个起源。哦，这是迄个这个文本本身啦吼。然后本来大家讲的话是共款，但是因为这个起这个迄个巴别塔吼，所以迄个耶和华甲大家变作讲无共。要安怎读这段故事吼？某一种方式敢是大家拢讲共款的话是一种方便嘛，哦，所以咱会使起一个塔则悬的。上帝叫咱讲无共的话，敢若这是一种处罚哦，互恁无法度合作，互恁无法度交往，哦，这是某一种读这段迄个故事的读法。但是佫有另外一种读法，吼，这是迄个嘛是迄个长老教会的迄个牧师伊写，吼，搁即个新使者吼另外写。这段读法另外一种读法讲，其实伊这是上帝要尊武义，哦，反迄个帝国就是即个巴别帝国啦，吼，这是另外一种读法，吼，不管怎，我当然我无啥答案，我就是在做一个迄个起头。所以我想要讲啥呢？吼，我想我想讲台湾人讲台湾话，吼，我的问题是讲是安怎讲母语最重要，吼，是安怎咱需要讲家己的语言，吼。但是我简单就讲，第一个吼是认同啦，吼，就是这语言会影响到咱的认同。第二个语言会影响到咱的迄个认知啦，吼。第三个迄个语言甲政治的关系。语言会影响咱的认同，吼。我想这其实是敢若是用迄个尝试啦，吼，但是其实伊本身其实是一个学生。你讲啥物物件，你就变做啥物物件啦。You are what you speak。我感觉这个话足趣味的啦，吼。你是啥？是你讲啥物物件，你就变啥物人，吼。所以这个令就是一个社会学家啦，吼，伊就讲，对你哪来讲，吼，你用语言，你爱用啥物语言，你才会使发现你家己是啥，吼。对发现家己的身份是怎啊重要，吼。你哪知影家己是啥，吼，这是因为你会晓讲话了，你知影家己是啥，吼。所以你会晓讲话这样代志，甲你是啥有真密切的关系，吼。这个Erik Erikson 当然是住在这个社会心理学内底，也是讲这研究认同吼，差不多是上重要一个学者啦吼。迄个其实 identity 吼，住在英语世界内底吼，伊本来有这个字，但是毋是咱即摆讲的这个讲，甲我是啥有关系的物件，本来是一个体学顶悬的语言吼，伊讲的是迄个 identical， 是讲共款。这个 identity 一直这个 Erik Erikson 吼，这个人出现了吼，用这个字就是改变伊的意思吼。对迄个 Erikson 来讲吼，伊讲讲话吼，其实就是互这个囡仔开始知影家己是啥。你用你的话去知影你家己是啥吼。咱中华这就莫甲读吼，用去看迄画乌线吼。所以，在这个
咱的即个自我发展顶源吼，是一个形成一个健全的自我发展顶源吼，即个语言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吼。这是是安怎咱爱讲咱家己的话，因为讲啥物话，甲你是啥有真密切的关系吼。这第一点，第二点，讲啥物话会影响到咱的认知啦吼。迄个 to speak a language is to take on a world, a culture。这是啥意思吼？你讲啥物话，你就看到啥物物件啊。你讲着啥物话，所以因为你讲的话无共，所以你看到无共的世界，你看到无共的哦，这是即句话某一种迄个读吼，这烦恼是迄个伊其实是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啦吼，医大的即个后志明吼，即介绍的员扮演这重要角色咯。这是普通来讲到这语言吼，当然这所有的即个人类学的课本拢会讲一个这重要概念的，伊叫 Sapir-Whorf hypothesis 啦吼，就 Sapir 甲即个 Whorf 吼，这是两个学者吼，因的假设吼，因即个假设是咧讲啥呢吼？就是我讲的吼，即个现实若是有一个物件叫 reality 吼，咱假设讲哦。伊遐，迄个是一个现象。伊讲吼，咱两个无共款的人，咱读共款的一个现象。因为咱使用无共的语言，所以咱会看到无共的物件。哦，所以伊讲像这 language one 吼，第一个语言有伊家己的迄个文化，有家己的语义吼，有家己的结构。因为即个语言本身的一寡特质，迄个特质吼。所以，咱会去看到无共的物件，甚至产生无共的习惯，哦，这是即个语言影响力一个讲法。这沙皮哦，这是语言学家哦，伊安尼讲吼，伊讲1925年大会讲，咱普通来讲，语言就是一个工具嘛，哦，所以但是。伊讲人毋是甲咱普通想共款活喺迄个现象、迄个世界内底，咱其实每一个人拢活喺某一个语言内底。这是啥物意思？咱活喺某一个语言内底，活喺迄个表达即个社会的迄个人文界内底，吼，即就是讲咱活喺语言内底。这是啥物意思？意思是讲，共一个社会现实，你若用无共的语言来表达，你结果就可能是无。所以，若搁甲杀落去讲哦，所以无共的社会，咱用的是无共的语言的两个文化，吼，面对共款的经验、共款的迄个现象，咱可能会读出无共的物件这是伊个讲法。这我吼，伊继续讲吼，伊讲所以，简单咱讲语言就是一个沟通的工具嘛，吼，即个所以上好，咱就。敢若即个去巴别即个巴别塔即群人，咱大拢讲10种话就好，安尼上方便。但是咱讲无共的话，但是语言不只是一个工具啦吼，伊其实佫是伊讲即个伊佫是一个观念的即个去做即观念的工具啦吼。对嘛？所以伊讲现象咧遐，自然咧遐。语言即个工具吼，会用即个自然甲切开，吼，伊讲世界敢若是迄个线成一堆的物件，即语言就即工具，咱用即个线四过的世界用甲切开，但是因为咱用无共的语言，所以咱其实是用无共的方式来切开即个世界，吼，所以这是迄个三有五方法。我第一个讲语言的影响咱第二个讲语言会影响到咱的上尾我想我要讲语言当然甲政治有真密切的关系啦吼。这是这是language politics in Taiwan 吼，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吼，这是迄个欧威尔，迄个1984迄个吼。
我想即款文献，咱会使值得做的哦。咱来讲到即个语言甲政治的故事啦，吼，所有人拢会用即个 Herder 吼，即个人开始讲吼。这是来讲，咱若咧读迄个民族主义吼，一定是用即个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开始讲吼。其实伊是住喺即个德国美亚即个浪漫主义吼，伊要产生浪漫主义，伊内底作用角色吼。对伊来讲，语言吼，语言是一个真神秘也是重要的物件吼。吼，伊认为有语言才有即款族群的意识。吼，有语言，咱才有法度分你甲我。吼，所以是用语言用家己甲其他的族群甲分开。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内在的心灵甲内在的力量，无语言就无民族。吼，嘛是伊即个想法吼，咱要来200年前，伊就开始有即个所谓的 nationalism 即想法，咱讲讲无共语言的人，爱建立无共的国家啦吼。当然这是一个迷思，咱怎拢知影？迄个全世界即摆有6000几个语言吼，咱差不多无共200个即个民族国家吼。不过，即个讲法就一直留喺所有世界的人心内吼。咱感觉讲，咱讲无共语言的人，应该爱建立一个无共的国家吼。所以一个语言一个国家。这内底我感觉上定我咧再讲的是政府的啦吼。我感觉政府的咱足注意的吼。这当然，伊这问题是讲，到底啥物叫语言吼？你有你家己语言，你会使建立家己的一个国家。到底啥物叫语言？啥物叫啥物叫做方言吼？吼，伊即个回答足趣味的，伊讲这无啥物差别啦哈，有差别就是你若有力吼，你若有人咧甲你帮衬的时阵，你即个讲的话你就叫语言。你若有即个army吼，甲 navy 的时阵，你讲的即个物件就是语言。你无歹势，你则叫迄个台人。吼，所以啥物是语言？语言就是一个有陆军、有海军的即个方言啦吼，这讲法。我遮用一个，这其实是迄个王月典吼，迄个日本的即大道运动的前辈，其实伊嘛是一个迄个研究因迄阵伊的脉络是叫做迄个闽南语啦吼。我是真无爱讲即个讲法，就是伊画一个图啦吼，伊问一个问题吼，就是讲，这所有咱的这台语。讲遮写的这葫芦语，还是讲即个王玉典讲，这是叫闽南语吼，闽南语啦吼。你也讲下问话的款吼，到底是啥物物件吼？是毋是语言，还是一个所有的即个方言吼？伊就用即个，因算即个语言甲语言中间的关系啦吼。伊就问葫芦话甲闽南话的关系，伊问即个迄个。乌克兰甲即个俄语的关系，伊问英语甲德语的关系吼，即个结论其实遮侪人知影啦。当然我因为伊这原文是1960年日本的，我袂晓读日文啦吼，所以我是看迄个人转译的吼。伊讲，所以咱会使安尼问吼，说这三组语言内底，伊彼此你若用即个共通的词汇比例来算伊的关系的时阵，即个。俄语吼，甲乌克兰语，因的共享的迄个比例是90%吼，英语甲德语是59%，吼，这是但是迄个葫芦话甲北京话内底，伊的即个共通的词汇，敢若50%尔吼，所以有人定来咧讲一句吼，迄个台语甲即个北京话之间的距离，比英语甲德语用较搁较远啦吼。所以是安怎咱爱讲家己？我就这是大灾问啦吼，我嘛无法度真好的回答。其实这嘛是即款吊书在世的迄个讨论，伊毋是讲安尼遐好，是讲我敢会晓讲一寡吼。迄个像小三，我感觉小三讲得好吼，但是我实在无啥会晓讲迄款的。对我来讲，讲即款物件其实简单的吼，以上啊。